恒春半岛这2天出现真强的落山风，有11级、12级哦，差不多是中度风台咯。路边的多摆嘛拢互风扇到。恒春的水母广场一寡老树啊，前2届风台拢无事，也毋过哦，煞互这届的落山风吹到。是讲的有啊。中风一直受这边指引高雄恒春方向的路牌，机座已经歪起。工作人员讲，原本落石生成了后，搁互落山风咧吹，才会这么严重。恒春半岛这2天出现真强的落山风，路顶的盆栽、树木吹甲东倒西歪，风位门旁撞入来，厝的脚点啊嘛互吹甲咧震动。行路宽道游客嘛感受到落山风的威力，险啊含人拢互吹走。民众讲风势比前2个风台搁较强。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落山风呢，好恐怖哦！啊，你哪里下来的？我从屏东过来的。因为昨天我才知道什么叫落山风，原来比台风还可怕。那个风哦，吹得我的，因为我体重也没有很重哈，所以差点被飞走。恒春气象站表示，受到万宜风台外围云系，还佫有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连续2天测到上大的阵风有11到12级，几乎是轻台到中台等级的风速。只要北方有吹起东北季风，有高压系统存在，那南方又有低压扰动，这种南北的气压记录力够大的话，其实在恒春都会造成比较强的落山风。18号暗时，垦丁大街路树嘛，互吹甲非常明显的摇，嘛有电力设备互吹落。恒春半岛特有的落山风，嘛互当地一度停电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